大家好，呢度係位於廣州海珠區藝苑路嘅廣州藝術博物院，同時亦都係廣州美術館。呢度就係佢最有名嘅中庭部分。喺佢啱啱開館嗰段時間，每日都有好多攝影愛好者專程嚟呢度，就係為咗拍佢呢個中庭部分同埋牆上嘅光影。中間位置係有呢一部鋼琴，如果你識彈鋼琴嘅話，你可以坐低彈鋼琴嘅。我今日係第二次嚟，我發現佢有新嘅展覽，想介紹俾大家睇睇。喺一樓嘅中庭係有一個名為時間的齒輪嘅老爺車展覽，呢部紅色嘅就係雪佛萊20世紀30年代推出嘅豪華家庭型商務用車，而呢部銀色嘅呢係阿斯頓馬丁2009年嘅限量版超級跑車。估唔估到呢幾部係咩車嚟㗎？原來佢係拖拉機嚟㗎，保時捷拖拉機1950年到60年生產，呢一部呢都係拖拉機，係蘭博基尼限量版嘅拖拉機，係咪顛覆你嘅想象啊？呢部唔係單車，佢係1886年發明嘅世界上第一部真正嘅汽車。睇完世界名車就到我哋中國嘅國車，呢一部係1965年生產嘅由中國自主研發嘅紅旗牌轎車，佢全面代替咗前蘇聯嘅轎車。你係咪都聽過達芬奇密碼？點解達芬奇有密碼嘅？我都唔明白。今日我就要睇一睇解秘達芬奇呢一個展覽。一入門口係達芬奇嘅雕塑，呢個雕塑好奇特嘅，佢背後有一對機械嘅翼，下邊仲有齒輪、幾何體同埋達芬奇中意嘅貓，你睇落去就知點解啦。呢幅靚仔人像就係年輕時候嘅達芬奇，你對達芬奇嘅了解係咪同我一樣？淨係知佢有2幅世界名畫。我睇完呢個展覽先知道，原嚟達芬奇唔單止係畫家、藝術家，佢仲係一個跨界嘅超級天才。佢喺工程、機械、科技、數學方面都有驚人嘅研究，甚至有人懷疑佢係咪外星人嚟㗎？因為佢實在係太神奇啦，係屬於嗰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超級天才。我相信你眯埋眼都會知道蒙羅麗莎嗰幅畫係點樣嘅。本嚟我一下子諗唔起達芬奇有邊2幅世界名畫呢？但係當我企喺度，我一望見呢幅畫，我即刻諗起啦，最後的晚餐。我原先係唔知道呢幅油畫裏邊邊一個係出賣耶穌嘅猶大，原來令尊身亡人嗰個就係猶大。喺最後的晚餐裏邊係有13位人物，左邊6個，右邊6個，中間呢位係耶穌。我對呢幅世界名畫所表達嘅宗教意思唔係好清楚，我哋淨係睇呢幅畫。呢度展示嘅唔係最後的晚餐嘅原作，而係展示用現代數字 AI 描圖嘅方法對達芬奇呢啲古油畫進行修復嘅過程。呢度展示嘅就係最後的晚餐呢一幅世界名畫裏邊13位人物用數字修復前後嘅對比，呢一個就係出賣耶穌嘅猶大啦。嗱，呢個就係佢之前修復之前嘅樣，跟住下邊中間呢一個呢就係耶穌。猶大喺幅畫裏邊呢，佢嘅手上邊係揸住個錢袋嘅，佢係為咗錢而出賣耶穌嘅。達芬奇係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嘅畫家，距離依家有500年嘅啦，所以畫肯定有缺失嘅，要進行修復。達芬奇嘅另外一幅世界名畫就係無人不知嘅蒙羅麗莎。達芬奇嘅蒙羅麗莎係創作於1503年，依家你睇到嘅係對呢幅畫進行修復同埋數字重建嘅過程。睇揭秘達芬奇嘅呢一個展覽，佢係有個耳機俾你戴住嘅，耳機裏邊係有對呢2層樓每一個展品、每一幅畫都有詳細嘅介紹。但係因為我係一路行一路拍緊㗎嘛，所以我係唔可以好專注咁聽佢嘅介紹。你嚟睇係一定要戴住呢個耳機嚟聽。依家你睇到嘅係達芬奇將呢啲平面、數學、幾何立體化咁樣將佢變成藝術品咁展示出嚟。我幾何就係最差噶啦，我睇唔明白，所以你要聽耳機嘅介紹。達芬奇係人類歷史上少見嘅全才同埋超級天才。喺500幾年前，佢嘅思維係非常之超前嘅。唔好話500幾年前啦，一直到依家，我哋人類都未完全破解達芬奇喺佢作品中設置嘅各種密碼。呢個木架係可以簡易搭建同埋拆卸嘅橋梁，喺戰爭中軍隊就可以渡河啦。呢度係2樓嘅展館，展覽嘅係達芬奇喺工程、科技、技術、機械方面嘅發明創造。500幾年前嘅人做嘅嘢，依家500幾年後嘅你同我係咪一樣睇唔明白啊？所以你一定要戴住個耳機去認真去聽。他剛剛進來的時候應該有解說一下。是他剛剛給我了，我以為沒用，我就沒拿。就是你拿的眼鏡，就是我們平時肉眼是看不到的，對吧？對對對，他要抽這個這個眼鏡來看。哦，要拿小朋友這個眼鏡來看。對對對。我嚟嘅一日係星期6日，有好多家長帶小朋友專門嚟呢度學嘢嘅，呢度仲可以集呢啲拓印嘅，我全部吸滿晒。近排廣州嘅天氣唔係咁好，好少太陽嘅。天氣唔好嘅時候入室內睇展覽係最啱嘅。我睇完達芬奇嘅展覽，突然間出太陽喎，我就跑上樓頂想拍光影啦。大太陽嗰時光影打喺呢幅白牆度係時間光影，好靚嘅。點知我上到嚟太陽冇咗啦，光影又消失咗啦。所以以後你
嚟呢度，如果有太陽，你第一時間要先拍光影。我仲拍咗廣州藝術博物院其他展館嘅展覽，但係因為視頻太長啦，我今日就先放兩個我最中意嘅展覽。達芬奇嘅展覽係到4月20號為止嘅，有時間你就過嚟睇啦。多謝你點讚同關注，拜拜。